主后2023年3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要求信约的人。圣经马太福音16章第1节到12节，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来试探耶稣，要求伊互因看对天来的新约。耶稣应讲：黄昏的时，恁讲明仔载会好天，因为天色红；早起时，恁讲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搁红。恁都会看出天的景象，哪会看袂出这个时代的兆头？邪恶奸淫的世代求新约，毋过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未阁有新约互即世代的人。讲了，耶稣就离开因去别位。门徒到湖下迄边看，才知因未记得带饼。耶稣甲因讲：着注意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。因互相议论讲，是因为咱无带饼是无？耶稣知影就讲：小信的人，恁是安怎伫议论无带饼的代志？恁敢还未明白？敢未记得我用5个饼互5000人食，食剩的恁有捡几拿？恁敢未记得我用7个饼互4000人食，食剩的恁有捡几人？是安怎恁无明白？我甲恁讲的，毋是关系饼的代志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。这时门徒才明白，耶稣毋是讲着提防饼的教，是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士以上。要求新约的人，若是讲3遍表示真重要，那呢马太福音16章讲4遍，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就搁较毋通忽略。倒时，即2边的人立场无同，是上袂当合作的群体。刺杀耶稣，却是即2种人的共同点。因同齐来见耶稣，亲像撒旦试探耶稣，爱伊行新约，证明伊所做的是出自上帝。就亲像早时伫旷野的以色列人，上帝透过新约伫头前引带，日日供应所需，毋过因还未满足。可见新约真少会当唤起信仰觉醒，相反，却互人产生好奇、争论以及对新约情调的欲望。什么才是真正的新约？耶稣指出，是约拿的新约。邪恶奸淫的世代要求新约，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未阁有新约互即世代的人。当年先知约拿进入需要3日才会当行完的尼尼微城，伊简单行1日，搁简单用原文5个字的讲道片讲，过40日尼尼微会毁灭。先知的行动甲言辞，显出伊偌毋情毋愿，就算遮尔毋情愿的讲道，尼尼微人听了，还是全城对上到下展开悔改行动。这拄好表示
改变毋是出自人，是出自上帝。门徒渡河到对岸，煞未记得带饼。耶稣搁一摆警告，爱小心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一教。门徒却彼此议论，耶稣就斥责因对供应日用饮食的上主欠缺信心。两段经文放做伙，显出两边拢欠缺信心。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求神热，门徒为食物担忧，拢证明因会毋信。耶稣的话，就亲像直接指责咱即世代人心里毋相信，毋愿听道。即世代人干焦爱看神奇的现象甲表演，干焦想要用神热证明教会是真诶，上帝是真诶。因为安尼，众多牧者为着回应时代的需要，互教会中充满千奇百怪的现象，先知有言，医治特会、方言、祈祷，甚至也流行去原宇宙传福音。美国牧师提摩太凯勒讲：为什么有人会知捌福音，毋过生命却无啥物改变呢？迄是因为因认为上帝赦免人不过是一件真轻巧就会当做到的代志，无啥物大了不起。撒旦互耶稣的试探，就是施行神热来证明你是谁。这也是撒旦互今仔日教会上大的诱惑。上帝已经互咱权柄来啊，安尼做就通证明你家己以及你的上帝。耶稣讲过，无啥物神热比约拿的神热搁较大。假使咱毋愿意听真道，毋愿意改变性命，敢若想要看神奇的表演和神热，无想要对主的角度看代志，只想要行速食路线，那安尼咱也不过是伊嘴念的另外一个小世代的一份子若定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基督教福音上重要的是啥物？对我来讲，基督教福音上重要的是啥物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你明白我的心是偌尼啊污秽软弱。我常常嘴念讲较无你，实际上简单想要照你的名来彰显家己。求你赦免我，帮助我明白你的疼，定睛伫你的话语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